問題天天都多，我有問題啊！江山會咧而家話3萬蚊低首付，仲可以零月供喎，點解嘅？哦，原來佢嘅零月供係因為佢有每一個月嘅租金補貼啦。咁佢而家嘅租金補貼係補貼邊個單位呢？82方同埋89方嘅3房單位啦。82方咧係得一個洗手間嘅啫，89方係2個衛生間。咁佢嘅補貼咧係分2年8個季度去返還翻俾大家噶。咁其實咧正常佢嘅呢個返租係不足以去支撐你零月供噶，但係咧。佢呢個返租咧同人哋唔同嘅係，正常如果發展商或者第三方去返租俾你，你係唔可以喺你自己個單位度住嘅喎。不過江山會咧非常之特別啊，佢返租之餘，單位你可以照住，或者你可以租埋出去啦。租金補貼再加埋你租出去嘅租金嚟講，你前2年相當於係零月供噶。咁而家咧佢都非常之優惠啦，單價係12,000蚊啦，而且佢仲要可以做低首付，3萬蚊首付就可以攞低噶啦。精裝交付，現樓即買即收樓啊！咁如果你想一步到位嘅話，可以考慮下89方嘅呢個3房2廳2衛啦。月供講緊都係4000零蚊嘅啫。82方每個月返租係2500，如果89方咧每個月返租係3000蚊嘅啫。如果屏幕前嘅你都對江山會呢個樓盤感興趣嘅話，不妨喺評論區留言或者揾我攞資料啦。